使徒行傳第16章，保羅來到提比和路斯德，在路斯德有一個信徒，名按到提摩太，家妹是猶太人，也是信徒，總是家爸是希臘人。在路斯德留一個念嘅眾信徒，親稱讚提摩太。保羅想要帶提摩太強下去，就留其行割禮，因為佢所在嘅猶太人全部知家爸是希臘人。佢哋經過大個省，就將耶路撒冷嘅眾使徒、老長老所聽嘅律規，交本佢哋吩咐佢哋遵守。因為咁樣，各教會嘅信心越發堅固，信徒日日增加。佢哋經過弗里加和加拉太地區，因為聖靈唔肯佢哋在亞細亞省傳福音，佢哋到米西亞邊界嘅時，想要入去比推尼省。總係耶穌嘅靈禁止佢哋，所以佢哋經過米西亞去提羅亞。嘅暗部，保羅看到一個異象，有一個馬其頓人企在嗰位求佢講：請伊來馬其頓幫助我哋。保羅一看到這個異象，我哋就臨時準備去馬其頓，因為我哋確信係上帝呼召我哋去傳福音，本給所在嘅人。我哋坐船對提羅亞出發。直接駛到撒摩提拿，第二日到尼亞波利，我哋對嗰位行到馬其頓頭一期嘅一個城市腓立比，呢個城市也係羅馬嘅殖民區，我哋在嗰位係幾日。安息日，我哋出城去河巴順，心內想猶太人可能會來呢個地方祈禱，我哋坐下來。對70在各位嘅婦女傳道理，當中有一個對推雅推拉省來嘅婦女，名按到利底亞，係賣紫色布嘅，佢係敬拜上帝嘅人，主開佢嘅心，本佢留心聽保羅所講嘅話，佢留佢全家人隆重良洗禮，事後佢請求我哋講：你哋那係因為我係誠心信主，請來我屋卡吃。佢就強留我哋。有一日，我哋去個祈禱嘅所在，有一個使女對面行登來，呢個使女有邪靈附身，為不掛算命，所以推家主人賺錢多錢。佢歸路停等保羅，老我哋太上險講：呢等人係自告上帝嘅僕人，愛對你哋宣布得救嘅道路。佢連好多日按樣見險，最後保羅感覺氣惱，就轉身對佢邪靈講：我奉耶穌基督嘅名，命令你對家身上出來。佢邪靈臨時就出來，使五個主人抵佢哋嘅財人團體起來，就求等保羅老師啦，來佢哋去廣場見官府嘅人，佢哋帶佢哋到羅馬官長嘅面前，告佢哋講：呢度人係猶太人，來擾亂我哋嘅城市，佢哋提倡違法嘅規矩，係我哋羅馬人做唔得接受，做唔得實行嘅。眾人也上陣攻擊佢哋官長就吩咐脫佢哋嘅衫，鞭打佢哋，並且將保羅老師啦打到千厲害，然後將佢哋關在監獄度。命令看守嘅人嚴嚴裝好，看守嘅接到命令，將佢哋關在監獄內層，兩腳用枷鎖定。太陽在半夜，保羅老師啦在嗰位祈禱、吟詩、頌讚上帝，其他嘅囚犯聽到耳窒窒。忽然猶太地痛，連監獄嘅鐵機也搖痛，一下所有嘅監門全部打開來。囚犯嘅鎖鏈也落下來，看守嘅上過來，看到監獄嘅門全部推開，撈到所有嘅囚犯已經逃走，就綁出多位來，想愛刺殺。保羅看到太上險講：唔好傷害自家，我哋全部行在呢位。看守嘅喊人騎火把來，就衝入去，撲在保羅老師達嘅腳前，逼擦。然後佢帶佢哋出來，問講：兩位先生，
我要做乜嘅才會得救？基督講：信主耶穌，你老你全家人就會得救。兩傻又對其老其全屋下人講解做嘅道理。佢暗部當時看守嘅帶基督去洗傷後，其老其全家人念是兩洗禮。佢請保羅老師拉去家屋下，拜作請基督說。基督全家人因為信上帝就充滿歡喜。天一日大早，羅馬嘅官長派警官去講，將這兩傻綁出去。看守嘅老保羅講，官長派人來，愛綁你老師啦，你到了下做得出去，安心離開。總係保羅對警官講，我哋係羅馬嘅公民，並無天罪。基督就當眾鞭打我哋，又將我哋關在監獄度。你下基督想愛將我哋偷偷送走嗎？你係做唔得嘅，喊羅馬官長自家來帶我哋出去。警官將這條話報告官長，基督一聽講保羅老師拉係羅馬嘅公民，就請強來到監獄，撈基督廢失禮，帶基督出來，請基督離開嘅喪事。保羅老師拉離開監獄，就去利底亞嘅屋下，在街尾見到眾兄弟姊妹，並勸勉基督，然後就離開。